对超大烛台首先吸引我的目光。高高的烛类堆积成钟乳石形状，别有一番美感。刘老板自己是勤俭诚信的客家人，却笑说懒惰有时也会带来好处。最先是不然没有亲它了，后来就是讲大家都讲好看，现在是舍不得亲了。多久？40多年了。烛台有多高，店就有多老。经营药行40多年，靠的是信用和经验。连以往视中草药为不科学的阿东啊，也会上门来。要吃怎么样？他会比啊，他比我们还厉害，他会讲，让我们懂得他的意思。喉咙不舒服，比流鼻水。怎么样子？今年的香烛熏出历史感，老药行里一张不起眼的板凳，竟也是100年起算。就是大概有100多年了，我现在70多了。从你爸爸那时候留下来。以前我们都睡灯板哈，睡灯板就是睡在上面啊，睡在上面。一张张方纸包出的药包，解决各种疑难杂症，坚持不用机器，只为了方便吞服。客人简单一句话，也问出对老药行的信任。用个啥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用个啥？用个啥？